來，聽朋友謝坤哥係話，上到呢節目當中咯，好空間來報道，今日來同大家來講到嘅呢個空間話題啊，係同呢個腦部嘅嘅傷害有關咯，呢個腦部係呢個人體中重要韓國種複雜嘅一個器官，真叫好好來照顧，因為佢關到十分嘅多啦，嗬，所以係你下實際咯，上到呢節目當中，我繼續來留啲啊，學護理師來講到嘅啊，嗬，即係頭先我提到嘅題是係講叫錯啦，我喺個結果呢都部分啦，嗬，呢一個頭部嘅呢一個外傷啦，嗬，英國傷到咯，聽錯啊，嗬，到呢個呢度護理來講嘢係講醫學嘅部分，一般只會攞佢分咗，你係哪種嘅，你係哪種嘅，大體要分到幾多種咧？大體你分差不多4種嗬，都4種咁多係。那體驗重係算係太風向嘅來分片咯。那體驗重一定是頭先你講嘅嘛，腦部地方有出現嘛。係。那出嚟時可能因為你吸到，一定有啲因為佢血腫，血擴張了，係。哦，即係一種腫起來，腫起來，烏青，係烏青嗬，擴張了烏青，安尼，嗬，聽一種聲你吸到條力道太大，有些你骨頭所來在裂開，好，安尼就顱骨的骨折，係，因為按照骨頭嘅一個骨折嘅一種咯，嗰啲係跳哪骨咯，係跳哪骨係冇空用到，那還有一種是安尼叫做顱底骨折，好，佢個骨頭係上到個跳哪底背度，像安尼鼻孔底背度還有隻骨頭，個底背度嘅骨頭骨折咧。你用到顱底骨折，還有一種是講你有腦震盪，中因有談到呢一種係腦震盪，係啊，真緊嘅哦，呢一種嘅名詞大家是都係講用翻起，一個講差步，也係講強嚴重哦，呢一個嚴重到呢一個腦震盪嘅，咁個腦震盪來講啦，嗬，其實係 ND 嘅，但係跳哪外傷體嚴重嘅呀。唔係體嚴重是那頭先講嘅嗰種跳哪底部都出血，那跳哪腦震盪，你來講其實佢跳哪你重到一個用力的晃動，造成啲腦部嘅暫時嘅腦部的損傷，按到腦震盪。哦，所以你係長期嘅了解傷到，佢步一步嘅來向加緊你咯，佢可能是即個會慢慢的恢復，慢慢的好。咁嗰啲也是講到另外一點咧，頭先我讀開始嘅時間啊，咪就老鄉親朋友喺度講到嗬，是係啲可能差步嘅時間啊，也係講要判斷到樣發現，一開始去到好冇事情，結果呢加緊你了啊嗬，佢可能就人是去到唔順爽咧，嗬，你一順係因為感動呢個係怎麼發生咧？該可能佢係一開始可能腦部重到有受傷，係佢唔過佢呢下看起來後沒有症狀，係你冇看唔出什麼症狀。因為一開始嗬，一下重到佢嘅好去到冇盡頭咯，因為可能有發現大家肯定就會發現出來會痛啊，樣辦？有種人佢可能佢重到受傷，佢底部都有掉出血，佢出血挺細，佢冇去你砸到你腦底部都嘅東西，你腦是唔地講用喺度受傷，係，等佢慢慢變動太急嘅，出血動太大咧，你長地講腦長地講，哎呦你受傷咧，唔過佢可能是內唔差咧，係，呢種情形係腦應該係常常發生，因為腦應該吼佢嘅跳哪吼會萎縮，佢下細。跳哪在腦組織下死咗，即係腦來講啦，背晒嘅組織，因為眼神有咧，佢嘅組織會天天咧萎縮，萎縮來講，佢嘅腦腦因啲嘢，大概跳哪下學，你會其實會有大概氣力嘅，好，所以佢重到嘅時間，佢重到時間可能佢跳哪學啦，佢嘅跳哪地方都，你有空間嘛，有空間，你嘅出血時，佢可能佢長按一點點出血，所以佢長唔到你嘅組織啊，佢個中間咧有力啊，那等於他抬側嘅時，整啲出血按到咧。所以老人家匆匆會安尼，老人家他會有安樣嘅情形，所以頭先講到家庭嘅一種嘅啲啦，嗬。咁嗰啲成人來講咧，成人我應該想辦法講，應該同成人啊，嗬，想辦法為了成人咧，要男時代，應該
疊下咁樣嗬，你係唔好嘅示範講，咁樣對成人嘅腦部咪會傷害，咁就係用翻嘅一隻情形，所以講對成人嘅傷害。其實成人嘅個腦嗬，而家點冇重到哦，嗬，一時間要將從你講安尼，點冇重到你成日諗起啦，啊咪是繞啊繞甜係啲東方戲啊，係。係，不過你成人嘅腦啦，老人家冇朋友，成人腦嗬佢動態質，成人嘅腦變到係合體質嘅。係，因為佢沒有經過時間歲月啊，所以佢腦合體質，佢發育還沒有完全，所以佢腦嗬係合體質。中安尼繞啊繞，就像你的人頭撞到一樣，就像你係一隻豆腐，莫背係一隻呢個可能重嘅東西哈，係用劍去繞，呢個設計為要掉一個水體，一個用白片，水體是要送到就錯嘅。佢老個跳那好塌困，痛到佢的地位都屬於水腫。所以成人咧嚟講，安尼繞，其實佢腦冇出現咪冇用乜嘢，不過其實安尼繞啊繞，佢咳，佢屬於水腫，啊成有到成人時候開始搖啊，會出現像啲腦震盪嘅症狀，而家成人安樣嘅情形來講，佢恢復嘅情形，會上一般人來講，佢會做啲恢復冇嘢，係講佢下樣重到是，上起來會嚴重。佢安尼從頭起來吼，看起來的話，差不多就是休息，其實就會好掉啦。是講佢安樣休息啦，唔好見繞機啊，係講唔好安樣見所以講成日安樣切到東方戲咪唔好因為成日放戲誒就安樣做保護佢嘅一個腦部啦嗬。好，你頭先在講到啲啊道理啊，嗰種可能當到鄉村譬如誒成日都講到嚟啦嗬，一個老人家咪講到嚟啦嗬。當然記得來注意，係咪講誒要確到要上到，聽定我日日去醫院檢查，安樣係最安全嘅。其實我知道。跳那曲度一定會艱苦啦，因為你跳那動地位都動到東西嘛，它是一個很精密的器官，所以你曲度嘅時陣用蠻地講，你要來困意識，其實好有啲症狀就在大家就在地，安樣啊，所以度來看下和睇啊，像今天要記起來講，要嚟到整體嘅時間，就愛來去醫院做檢查，係安樣啦，嗬，唔係講你下啲曲度想辦下可能。冇買用半天，只要去醫院檢查，因為可能對大家醫療資源來講，咪係一種浪費。韓國對自家來講，因為去醫院檢查自家要檢測講結果並用半天嗬，但對前頭開始，Andy 來了解，好，為咗嚟到前頭來向前朋友講下。好，記得到有張圖，你是有在看到嗬，你有動到嘅腦部嘅即係看到嘅一症狀嗬，其實他曬一停地嗬。你曲到一定會跳那痛，跳那昏，當你曲到嘅時間是會安尼嘛？其一是係跳那當痛是緊氣，係樣啊，緊氣腦機係，先講哎呦，也係腦嘅喊會痛，你一隻痛咗做得麼？其實嗬，你跳那曲到嗬，你轉起來嗬，提好什麼見腦機，你見腦機見中，你要用乜嘢冰敷？總的見腦機而先拿兩個冰塊，留冰敷要幾久嘅時間？其實冰敷嘅話，差唔多係2到3天，2日到3日。係當日做呀，係見當日做，當日係買時間去做。上多是做是最好啦，普通的日子就冇人講吼，冰敷30分鐘，然後休困30分鐘。咁講你種你睡夢啊，你要食飯啊，你要做跳路，你哪有可能？哪有可能？攰你哪能？所以你普通時嘅時陣是，你有上動，你有汗是緊做，它是提好。所以唔係冇緊氣，係用減下痛，係用緊氣累啊，緊氣腦機嗬就一提，即係我記得我先那個冰敷嗬，前3日，前3日嘅時間，前3日嘅時間，我記得啦嗬，有時間就自己拿定那個冰敷嗬，做那個上到嘅位數，用見到佢做冰敷，一擺差唔多30分鐘，係用係最度好嘅嗬，3日也當然自己我去看下嗬。前頭要下好到啊嘛，韓國很嚴重嘅係講要反映出體態嗬，你係跳那我係沙同意我聽錯個要係你前頭嘛10張你從到差唔多有8、9張你都會人講我跳那會瞓。
13有差唔多83、93喎，要按樣算起來即係比當高咧啊。係啊，所以你要地講用萬人嘅挑那粉，那你下對自然看，萬人嘅挑那粉，你就得觀察看看，如果下觀察，係按樣用半天嚟挑那粉吼，我係日人用半天，按做得都好下觀察。其實就是攞去從你挑夫嘛，晃動到啊，它一定會有點受傷。啊，如果你休困一下，你挑那粉慢慢會好，然後某樣同你平常做事情啊，或者睡眠啊，或睡眠該掉的情形的話，你就得看看。係，有的時間你睡眠休困2-3日，你慢慢佢是會好。哦，係。但是你係挑那凍粉，連行路都仲咧行誒，有可能講到安尼平衡感唔好咧，按行路冇辦法行路咧，可能也是這事。你可能是講，挑那可能要上到那邊，加去日人咯，加去日人看，吼。你頭先你兩隻，你體重啊，你鏡頭動到之後咧，一就要愛去日人，你啱從到加去日人，我覺得實下來就看到誒。其實我係講下挑那痛吼，你挑那痛，當佢是講喺從到挑那痛，咁個當佢講係挑那痛係上後嘅痛，係上後嘅痛。你上後嘅痛一定會痛啊！你從到腳骨從到腹腔都一定會痛啊！有然後佢痛幾禮拜、幾週日都有可能咯。係，你挑那學習累嘛係恐龍會痛啊！誒，你有乜情形你來自然看，其實挑那學地背肚，你腦部裡面你臍都會痛。唔係外傷嘅痛，係唔係外傷嘅痛哦。嗰個時間你上來自然學本醫生看，可能同你嘅，你又講到顱內出血，有時間可能是係啲嘅，有腦地背肚，頭先你講到出血咧，有很嚴重嘅情形咧，好，有就腦地背肚嘅痛，好，有即係講顱內出血啦，哈，當然講挑那痛啦，挑那痕，然後有個腸肚啦，喺個情形大家愛分別清楚啦，嗰類是係顱內出血嘅情形，然後就講你挑那痛到唔係外傷係痛，只係講頭先講到地背肚出血，好，有時係算係前頭嚟啦，哈，嗰撒下來有時係是會拗也係上會拗，有兩種咁要共用。冇共用，上會拗嘅是最好。上拗嘅下係有咩先？好。普通是你上會拗嘅是最好。挑那角度有種人太嚴重，因為全部拗啊，你嚟情形。好，那應講到你上拗來講啦，嗬，挑那角度嘅是即係想辦法會上拗，即係因為挑那會顯頭先講到上到會上拗，也係講可能會要拗東西出來，上來兩樣辦法加下就我就睇下來講到啦，嗬，先到你下會來聊下嗬，你詳細嘅啲內容上來樣辦法加下以後先係要繼續來談咯。